迄轿车为着要抢车位，违规来回转，弄着一对老翁婆，一个死，一个重伤。实地到清境路场来查看，这个停车位加起来才500多位，若是到假日，拢会引入着至少2、3千人。加上这个山路下空间无多，停车场阁无集中，有一寡停车场较远，都要行一段路。啊，上晚近这个青草原的路边的停车格，才25架，有不少的外地游客可能是路无熟，也或是半段行路，看到车位就抢，所以当地有真侪违规回转的状况。便若到拜六礼拜，南投林爱乡山顶各大景点就真热闹，后湾山武岭停车场过客满，和下前的双线道山道动踏车，嘛有真侪驾驶人为了欣赏着美景，伫路边红线违规停车。不要回转上去。警察不应该变过，唔来指挥交通，搁要甲人开罚单。山顶的道路空间无济，停车格规划自然有限制。有清境农场管理的青青草坡、碰西山乡仔真实的环境。拜六礼拜人甲车拢真济，亲像大早日拜五超有1300游客，拜六落雨有大风，天气无好有2100人。昨天气稳定，游客车嘛有3200人。大概2、3千人入园，清境农场4周围的停车区，农场管理的超300架，搁加上路边的停车格和私人停车场，共有500架停车区。其实周边的停车位是够的，不要说为了要求近，少走几步路，那可以停到稍微远一点点的车位，可是这个中间其实差不了1-2分钟。离青青草坡上近的是路边的停车格，超25架，数量无济。上近的停车场嘛，敢若离200公尺远，不过真侪人路草无熟，或者是无想要停上远，看到路边有车格，就会挡袂掉伫咧相旋所在设翻头叉车位。当场呼吁草坡附近无车位，慢慢违规，或者是伫咧路中相旋所在设翻头找车位，停较远咧。停要去合法的停车场，行一段路当作散步，嘛比较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